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事有蹊跷的蹊跷，台语讲蹊跷。台语字甲华语字拢共字蹊跷。蹊跷啥物意思咧？蹊跷会当当作名词、动词甲形容词来使用。蹊跷若做名词是反常、离奇、不寻常、不对劲、疑点重重、不合常理等等。以上台语拢会当讲蹊跷。伊这两天反形反形有蹊跷，其中必有缘故。这代志有蹊跷，一定要甲头尾补好清楚，唔通冤枉好人。蹊跷若做形容词，是咧讲人狡猾、无老实、真傲西手段，也就是咧形容人真干巧。伊做人蹊跷，无怪有一个外号老狐狸。伊迄个人蹊跷阁干险，唔是啥物正派的人。蹊跷若做动词是找茬、挑毛病、吹毛求疵，就是专门找人的缺点，挑工找人的麻烦，找借口甲人徛空。啊，伫阮迄个地头，蹊跷若用伫这个所在，一般拢是颠倒讲做蹊蹺。大家拢真好讲话，独独就是伊上歹斗阵，上高蹊蹺。这个查囡仔毋是真心要爱你，才会一直甲你蹊蹺。若无代志，莫伫咧遮妄蹊蹺。今仔日的台语字蹊蹺、蹊跷，实在真趣味。